收看有够兄539频道。有够兄今日要来甲大家介绍2月28拜5精彩539三七高朋版。咱今日这版三七高朋版为1月初1开始，1月初107开第2粒，07开第2粒，第3期即23第3期的第1粒，该画起来。过来，07开第2粒，第3期第1粒，拖08。过来，08第4期即234，1月初9该画起来。第4期会拖3粒豆仔，这3粒豆仔叫做0219、29、379碰。过来，咱即摆来看第2期，第2期伫咧2月初5，这嘛是共款，第2粒07。过来，第3期的第1粒拖08。过来08第4期即234，2月12，该画起来。共款07开第2粒，第3期第1粒拖08，08搁第4期3粒豆仔02、19、29、379碰。过来，咱即摆来看上后一期，上后一期伫咧2月20。2月20，这嘛是共款，07开咧第2粒。过来第3期即23，第3期的第1粒拖08。过来08第4期即234，2月28拜5，该画起来。共款07开咧第2粒，第3期第1粒拖08。08搁第3期即23，会拖3粒豆仔，这3粒豆仔就是02、19、29，互大家做2月28拜5精彩539三七高朋版参考。我讲遐今日的分享就到这，感谢各位朋友今日来收看我讲遐的影片，大家再会。